大家好，歡迎收睇澳洲社區快訊。近年嚟，各類詐騙案件層出不窮，手法更係不斷翻新，對市民嘅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有見及此，澳洲社區支援慈善基金會早前特別邀請浩士維警察局資深警官舉辦免費防詐騙公益講座，協助市民提升警覺，學會自保。是次講座於 Hurstville Civic Theatre 舉行，內容貼近生活且極具實用性，涵蓋5大重點範疇，包括常見詐騙手法解釋，例如電話、短信、網絡詐騙及冒充政府或機構等。同時透過真實案例分享，讓市民更容易識別騙局。此外，警方亦詳細講解當遇到可疑聯絡時應如何應對，以及一旦不幸受騙後嘅處理方法，並設有即場問答環節，同市民互動交流，氣氛熱烈。活動獲得 Hurstville 警察局全力支持，吸引大批居民踴躍參與，當中包括長者同當地商戶等唔同群體。透過是次講座，市民唔單止加深對詐騙嘅認識，更學會點樣保障自身同家人嘅安全。So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o in our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police are importantly here for you day in and day out. And your community safety is really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part of our considerations in our operational duty that we do every single day. 除咗資訊分享，活動當日亦安排咗文娛表演，為現場增添輕鬆氣氛，俾參加者喺愉快環境中吸收實用知識。主辦單位表示，感謝市民對今次免費公益講座嘅支持，未來將繼續同警方合作，舉辦更多相關活動，攜手提升社區防騙意識，共同守護安全家園。